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咱台湾是一个真少年的岛屿，有影呢细细粒旱子岛啦。因为这个气候洋流还有海水甲板块的运动从北到南，由西向东，造成了这个地质丰富的多变化。其中东北角的海岸就是整个台湾岛地质的缩影。来哦，有一拍四句联是安尼念讲有的石坑哪芳寿，有的落蚵哪点手，有的切过哪豆腐。有的那山过处处，简单一首四句联讲出了台湾一条66公里长的东北角的海岸线千百年来的地景的变化。人咧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来，咱今仔日就来去找东北季风，哪听咱陈文山老师来甲咱讲解着有关于台湾地质的代志。伫咧5月初的梅雨季，陈文山教授伊带学生来到一个海湾海边地形相连接的东北角岩画片，做2天的地质考察。宜兰石城是属于着雪山山脉，石头较老大概有2500到4000万年，内底有真丰富的沉积岩、灰沉岩这的地形。学生2、3人分做一组，一个咧量长度，一个咧做记录，大家是无用器材。陈文山教授为1988年到今，虽然科技是哪来哪发达，也毋过这30多年来，伊坚持带学生行出教室，熟悉这个土地。希望啦，这个土地一寡过去这内面几千万年来的变化了解嘛。当然，咱台湾较特殊嘛，有足侪地动啦，足侪这种自然的灾害，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以这个自然的这种变化。透过地质研究，看到一个所在历史演变，看到一个学者经过头的责任，那么看到伊对台湾这个土地感情。今仔日呢，要甲咱大家来开讲的这位会当算讲是研究地质超过40年哦。听讲伊是收藏了全台湾所有各个所在的这个石头的地质专家陈文山教授。大家好。你带学生去做这个地质的这个探勘甲这个研究已经这么这一段的时间了这个头一站你就是对这个东北角开始为什么是对这个所在开始一定有伊的道理嘛东北角这个所在是伫咱台湾的地质来讲伊是较特殊啦，但伊上重要是伊石头较老啦，所以咱咧研究一个地质，还是讲一个历史来讲嘛是从为老先研究开始安尼啦，所以一般来讲，阮咧研究这个台湾的这个地质的历史过去可能几千万年啦，几百万年来伊的变化，所以一般阮是为老的先开始看。东北角这边较老就像龙洞这个这也较老像伊且差不多石头的年纪差不多4000几万年。是这来要讲来讲是咱台湾算较老的石头是。当然，咱知影讲即马东北角这个是上老的地形嘛，但是为什么伊是上老这敢有一个源头会当了解嘛？咱台湾是一个座山的一个岛屿啦。是简单讲，这咱全世界来讲这种伫大海内面的岛屿差不多90%以上拢是火山岛。火山岛，像咱台湾这种座山式形成的这种岛屿是真少的，是啦。是咱来讲咱台湾就好，咱台湾的领土内面咱的岛屿有200几个。是200几个岛屿内面，敢若一个是毋是火山，你毋知影啥物所在？毋知咧。小琉球。敢若小琉球，伊毋是火山，伊是一寡石灰岩啦，一寡沉积岩这种其他所有的岛屿其实拢是火山。你讲平湖64个岛屿，
规个拢玄武岩的火山造成的啦。是。哦，咱北边遮的皮卡树啦、鸡榔树啦，吼，南屿绿岛啊，这个嘛是火山。啊，因为伊造山，而且伊是伊个是一个加少年的一个岛屿，伊即马搁咧新顶的过程内面啊，所以伊即马伊咧新顶的迄阵，伊本来伫海底，慢慢铺开，铺开变成岛屿，然后表面搁会去风化啦，去剥掉一寡石头，所以老的石头会走出来，但伊嘛是有新的石头会搁走出来，所以这岛屿顶面的石头有老有少年，拢有啦。北边遮来讲是。咱讲台湾岛造山吼，北部才是上早造山的所在，所以咱北部的石头一般讲起来，伊是较老一点啊。是。当然火山嘛真济啦。除了火山的因素之外，吼，老师你讲根据你的研究甲了解，你会当讲讲，为什么这个所在伊会较算讲活动较活泼啊？吼，较活跳一个地界吼？为什么是伫这个东北角呢？头咱讲拢台湾即马搁咧造山，是。其实呢，北部吼。已经无造山啊！哦，是安怎？因为你造山吼，是两个板块你伫遐你烧煎，伫遐碰撞，伫遐换吼，所以你海底石头走出来嘛吼。是。但咱讲这个故事，台湾岛的形成的这过程，伊上早差不多千几万年以前开始。但是呢，差不多100万年前吼，咱北部遮吼，就是包括宜兰、台北、新北吼，个桃园遮吼。这个县市，即马你看咱即马这几个4个县市的地表吼，阮有咧测量啦，是，吼用卫星咧测量吼，伊表土伊的地表吼无咧抬升，无咧压，伊反而伊真济所在拢咧沉落，玉山伊愈来愈悬啦，是，但是北边这4个县市吼，反而无安尼，像种现象种地形吼，伫中南部拢无啦。哦，较无共啊，所以变成咱台北、咱东北角这海岸吼，的地形嘛较特殊，吼，伊足侪海湾吼，个一寡像讲吐出咱假土，咱讲假土，其实咱台湾人你讲个啥物片、啥物乌石片啦，啥物片，迄其实就是吐出来假土啦。是，种石头较定，海湾的所在吼，咱讲蚵嘛，吼。深蚵啦、蚵底吼，这拢是蚵嘛，蚵伊其实石头较软啦，是，所以海洋你侵蚀吼，伊就较纳无入去啊。哦，所以咱北部遮吼，真济纳蚵啦吼，蚵吼，就湾夹的地形、海岸地形足济。是，这是咱台湾其他的所在较无的啦。有一个讲吼，若是有一天吼，迄个海平面吼来提悬的时阵，迄规个北部可能叫水淹起来咧，是不是？这有可能？是啦，因为你即摆地表吼，这地壳你含落去嘛，吼，所以伊的这个海水慢慢会入来。是，吼，个另外搁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咱即摆这30-40年来吼，这个气候咧变嘛，是会变较烧热嘛。咱南北极的冰会融掉，融掉海水就济，海水就冻起来嘛。是，所以当然，即卖像咱北部遮的一寡，像台北市，阮较担心的台北市，伊未来1-200年，海水也用去冻起来3米、5米吼。你台北市加者新北市加这台北盆地内面，加者所在会淹去嘛。是，全世界拢相共啦吼。所以其实咧，因为咱北部遮是地表吼，搁咧含，所以这会影响到这个。规个大环境就是啦，即马全世界当你造山的这个所在呢，就是咱台湾一个，搁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两个所在是一般，就是讲咱即马地球上真强、真剧烈你造山的这两所，所以咱的教学，全世界教学书内面册内面一定拢比这两个厉啦。是吼，那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搁你造山的这所在所以咱的山足悬，底啊，咱台湾岛的跨度好像200几公里，伊山就到将近4000公尺嘛。所以头主持人讲，咱台湾的3000公尺以上的山好像262座啊。是，所以真济，那嘛真悬。所以咱今日先生咱的这个教授伫遮，老师伫遮咧，甲咱解说遮咱先休一下喘，啉一水仔茶，连咪将过来继续熟悉咱台湾。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
那是台湾人吼，一定知影讲咱这个台湾海峡吼，时常互人讲做乌水沟啦吼。啊，讲登山过台湾的时阵吼，就一定要经过这个乌水沟吼。所以讲这乌水沟吼是真啊凶险啦吼，啊真互人感觉讲吼是一个真艰苦吼，会当足歹度过的一个天险啦吼。啊，我这个问题吼一定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为什么啊这个台湾海峡或者乌水沟是？啊，因为伊就是伫偏哦吼，参咱台湾吼东少啦，台南这中叫一个深沟啦。哦，啊，因为伊较深嘛吼，所以伊水色较暗、较乌色啦，所以咱讲乌水沟啦。是，讲伊是一个沟啦，吼。啊，就是讲咱简单讲，咱台湾海峡的平均的这个深度吼，差不多780公尺深啦。但乌水沟这边伊就差不多会当到100-200米深啦，几啊十年以前吼。因为咱地球的气候吼，有一寡冰期啦，这个海水就较低，会降落来。好，因为大部分的水去做冰啊嘛。是。刚刚讲2万年前吼，全世界海水面吼，比今嘛佮加120公尺啦。是哦。啊，所以你台湾海峡规个就浮出来啊嘛。是。哦，变安尼，啊，所以变了伊浮出来了后，像咱台湾的溪啊啦，即个落水溪啊、大甲、大安溪，伊流入台湾海峡了后，伊就往南走嘛。是。吼，所以这个溪啊往南走，伊就挂。但海峡挂出一个沟出来就是啊，所以这个乌水沟伊是原底其实一个溪啊啦，哦，也是讲一个峡谷伫迄带啊啦，是，安尼，啊，即摆当然咱海水涨起来啊嘛，涨起来变成一个深的沟伫遐啦，是，伊是海水伊流速真紧嘛，是，影嘛真大，是，啊，上重要是咱南边的海潮吼，为菲律宾起海潮吼，起来到咱台湾南边阵吼，伊的一条主要的主流吼，流去日本去，因为咱东部海峡走去琉球日本嘛。是。但伊这小分支哦，因为拄着这个南屿吼，伊分一个小小流吼，因了乌水沟走起来啦。变两支分车去啊！分车去，啊，一支细车这个走台湾海峡起来，是。啊，伊就因乌水沟起来，所以乌水沟伊的水流会较强吼，也是讲其他的应援你来食。所以这主要是原因嘛，所以咱当初你过台湾那阵吼，即伊只就真危险。因为澎湖你啊到台湾本岛这个中间一定爱过这个水沟，所以有影是水沟。是较深的沟啦。啊讲咱台湾都是因为这个关系哦，讲听讲这个山嘛是有东边较悬吼，啊西边较低，啊南边较悬，啊北边较低。因为咱台湾的铺盖因为是咱的东边吼，是这个菲律宾这个板块吼，伊争着嘛。即着咱这个欧亚板块嘛，所以伊会铺开嘛。1000万年前迄阵铺开什么所在？其实是咱的中央山脉吼，的东边这块。东边就是咱即摆，其实咱中央山脉分两个山脉啦。是。一个叫东边，这叫脊梁山脉啦。脊梁山脉。啊，西边这叫雪山山脉啦。哦。有两条山吼，一个山脉夹起来，而且咱叫中央山脉吼，安尼。啊，所以东边这个脊梁山脉呢，伊先铺开啊，因为1000万年前，伊就开始咧造山啊。是，所以讲伊铺起来就较悬。慢慢到即摆又较悬嘛。吼，啊，咱台湾的西边呢，西边咱讲的千山遮吼，这种差不多300几万年前吼，较造山起来嘛，所以伊山就较低啦。是。吼，啊，东边的山伊较早爬起来嘛，伊较悬，啊，石头啊伊较老。造成咱住伫遮的人文啊，啊种自然的生态吼，伊就有一寡变化啦。是啊，所以咱讲小小一个台湾岛吼，伊其实即个自然环境啊，谈咱的这人文的这种法啊，伊变化较济，其实参即个整个气候啊，含这地质地形有关系。当初的这个原住民，伊嘛住伫平原啊，是有影对，伊嘛毋是伊本来住伫。是，所以今麦的人拢有真侪错误的观念。啊，用汉人来，伊慢慢就来管哈，啊，伊慢慢这边这个山区啊嘛。是。啊，汉人当然你平地会当种植嘛，对不对？所以伊来抢啊哈，啊，所以这个原住民慢慢就入去山区去啊。是。哦，这差不多这几百年来的代志嘛。伊汉人咧为福建啊这边来，伊当然伊也嘛是真白，所以伊来伊的生活方式伊就带入来啊嘛。是。哦。啊，当然是种一寡稻啊，什么就这水稻啦，这物件。啊，你这原住民慢慢入山区，啊，伊为着伊要适应伊的环境吼，所以伊其实伊就爱去拍啦嘛。啊，无当初伊200年前住在边缘，伊嘛是种植，所以伊当然伊生活环境咧改变吼，当然伊的社会结构嘛是改变。5000年到差不多2000年之间呢，
咱台湾发现的这考古的吼，这遗址，吼，其实拢是偏远区，是山区真少。是啊，差不多2000年前以后呢，这考古遗址吼，就是讲这可能咱即摆认为这原住民，伊全部真侪入去山区入面，可能参一寡北部啊，这人啊，参汉人，可能入来有关系。啊，另外一点就是工具啦。哦，因为2000年前这用铁的、这铁器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啊，所以有铁，所以因有法度入去山区开垦。咱当然一定吼要去宜兰，唔是要行这个高湾18弯啊，吼，就是要行这个海线这个滨海公路。啊，滨海公路就会经过这个东北角，但是吼拢无伫遐佚佗。拢无去了解到迄个地形，就是敢路过。其实是讲吼，伫咧中间迄个澳地迄个所在啊，去休一下喘啊吼。就人甲我讲啊，东北角其实有真侪真趣味的地形哈，还有一寡特色的物件吼，我拢无去注重着吼。像咱西部无共嘛，西部拢沙地嘛，海边拢嘛是啥物潮间带啦，是啊，一寡沙洲、沙丘这种吼，这拢完全无共的是。所以咱这拢石头的话，所以伊受到这个海洋的这侵蚀吼，伊其实有真侪奇奇怪怪的石头出来，形状像讲野柳啦，这种这吼。我听有啊，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咱台北港吼，就是去看石头。你通看石头，较海化一寡奇奇怪怪的一个形状的遐石头嘛，像咱上有名野柳啦，啊像咱去龙洞啊、鼻头角这，这嘛真侪种奇奇怪怪的石头。其实咱人去看这海化的风景就是啦，乌石比啥物比这种这，有一寡蚵嘛，蚵底嘛，这种这，其实这种地形伫咱为北部金山以南一直到宜兰中这段拢是这种地形。是。所以这就完全是因为伊是一个海水里作用的含咱陆地作用的期间，这种变出来的种咱讲夹头海湾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地形的是，因为伊的腹地真细啦。另外一点重要的是，咱北部这吼冬天吼，季风，季风东北季风来吼，迄风足大嘛。是啊。所以这个人呢，伊爱住伫蚵内面，海湾啦。你看咱所以这边这较大的这种聚落吼，其实拢是蚵内面嘛。是。伊惊风吹嘛，蚵内面伊避风嘛，蚵内面佫有溪啊，伊佫有水，所以咱就有法度伫遐变成一个聚落伫遐。伊遮拢石头，所以伊遮无像咱西部的土角厝，伊遮无土角厝，所以拢石头厝，拢石头厝。所以你看这老厝拢石头厝，所以伊就是会爱用伊当地的地质、地形这种环境去生活嘛。咱西部唔是，咱西部拢是沙地、土地，因为伊是平原区嘛，所以你看咱起的厝拢足侪是拢土角厝嘛，是，用稻草啦，用土去做，咱西部就无石头厝啊，是，所以这是因为参环境的关系，种植嘛相共，因为咱平原区这土壤拢较高嘛，是，所以当种植足侪物件嘛，但是你东北角、北部这山区伊就无法度啊，拢石头地啊。所以真歹种植就是啦。是吼，这个情形会当算讲是世界真罕的有的。因为台湾伊这环境，伊自然环境变化真大嘛，所以造成伊的人文各方面的变嘛足大的变化。咱东亚这边南岛语系，伊发源地在台湾嘛。是。而且你会知影，因为咱台湾这种多元的这种环境是遮，是造成这种文化，遮的人差不多5000年前就开始移民到南面去。是，就形成即卖这所谓南岛语系交换，所以你看，迄个纽西兰遐因的这个话，因讲因的祖先伫台湾，是吼，哎呀，所以有当咱去看伊语言吼，加这话是字拢相共啊，数字的念拢差不多要共，所以这拢是有原因的啦。所以讲老师啊，因为这个地形的变化吼，嘛是会造成了真济吼，咱这个生活环境的一寡演进啦吼。除了讲较我海边其实像讲迄个溪水啦，咧流过迄个经过迄个地形哦，像讲大溪这个所在啦吼伊敢若讲以早船会当通到遐嘛吼，但是即马敢若袂当，这是什么款的这个造成？其实你通看咱古早的地图啦，400年前以来的地图，你就看伊地形变化真大啦。像头你讲的，咱的船会当入去到大溪啦、三峡啦，咱无这海化，像阿扁因兜
关田、瓜田，那较早是海港啊。哦，是哦。是啊，瓜田啊，这拢是差不多300年前的代志啊，200-300年前的代志。所以这变化，海化变化有足大就是啊。但是这个上重要的原因，当然参气候的变化加减有关系。但是来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其实那是咱人的因素。因为400年来，咱台湾人这是从大陆来的这个人，搁日本时代，这个开发，其实拢这笔山区大开发啦。是。所以这笔山区开发，伊这个树啊去错掉了，伊就一寡土石流啊。所以这一寡山底山石啊，伊就大量的就那沿着溪啊出来，一堆就那堆伫这个平原区嘛。是。所以你看，咱讲的这400年来，所有咱嘉义大项，这叫台江内海。是，搁一个岛风呢，这两个拢无去啊嘛。是，这其实拢是主要是因为这开垦，这因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原因。当然，台江内海的消息嘛是参1823年的台风和郑文溪改道都冇关系啦。所以我想这里面因素真就是气候的因素，搁一个人为的因素，造成咱种尤其是西部遮啦。西部这地形变化，变化大当然造成咱的这聚落人文的，伊嘛是产生一些变化的。是，其实呢，除了是这个自然环境这个天气变化、气候变化以外，影响风台地动这个变化，其实就人为因素，也是真大迄个因素嘛是占真悬啦。当然啦，老师你安尼到你这个地质的研究有30-40年的这个时间啦你对咱这片土地整个环境个人甲自然你有啥物款的呼吁甲建议啊？这10-20年来，真侪这环保团体啦，这个人，尤其这嘛少年的，其实因对这环保是自然的生态这种因较有意识啦。是，我相信这方面内面台湾慢慢的愈来愈好。当然上重要是教育啦。所以讲咱台湾人伫这块土地顶悬生活了这么久将来可比讲环世啊，你唔捌去注意到讲你卡大的这片土地，但是呢，台湾的土地是有影会讲话。千百年来一直甲咱包容，咱伫遐只生存，甲咱保护。同时呢，又搁为咱保留了台湾海洋国家的特色甲精神，嘛甲咱讲特殊的方法来甲咱讲一寡台湾的故事。所以后边你若唔管讲去到咱台湾任何的所在，去郊外看到一寡地理环境的时阵、景观的时阵甲想到讲咱今日老师甲咱分享的这个故事你就去了解着讲，原来咱台湾人的历史甲故事，唔是干那课本顶悬才有，咱台湾的土地就甲咱讲，咱台湾万年祖先所留落来的这珍贵的宝贵的故事。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唔通袂记得继续收看咱报道歌丁。感谢老师呢，今日分享这么多，咱了解台湾的故事。